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好，麻煩講一講個漏水狀況。哦，呢度冇條水好污糟啊！我哋而家執嘢拆晒呢啲換晒。佢都濕嘅。係，我一陣會睇下濕。除咗呢度有冇其他地方？你帶埋我去睇先。阿師傅。係唔緊要，你帶埋我去睇下先啊。嗱呢度啊。得，唔緊要，我等我出咗嚟先啊。你睇到有啊？好，得，仲有冇咧？仲冇？呢個係廚房個位置。OK， 好，仲有冇？係咪得兩個位置咧？係得兩個位置。係兩個位置。OK， 好。今次入到呢個單位做漏水檢測，成個房間都係因為漏水而造成牆身天花甩晒灰，屬於嚴重漏水嘅問題。最後經過漏水專家聲師傅在紅外線儀器顯影下影都係樓上漏水。原來樓上鹹水漏水冇人知道，最後幫個客人做個工程，重新批灰油漆，終於客人有一個完整嘅房間可以用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，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，如果唔係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92。